后来即摆国内外拢听到未少，讲即个注疫苗了后有副作用，身体真无爽快。营养师提醒大家，即个注疫苗了后，就要注意一寡代志，譬如讲即个甜物、重咸的、甲伤甜的食物，上好是莫食，安尼才袂来加重着体内发炎的反应。另外，即个部分啉酒甲雾霾，这嘛拢唔通，这会来降低着身体免疫力。注阳社变成结束这个疫情最后的希望，不过未少民众咧反映讲，注了后出现人无爽快的镜头，有够艰苦。伫病院做关怀师的李先生，4月底注头一剂疫苗，后来就出现头壳会痛、发烧，规身躯无力，爱过去挂急诊。头很痛，痛得很厉害，我整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而且全身无力，肌肉都会酸痛，对，隔天就挂了急诊。然后发到38度6。医生表示讲，注射后出现发烧症头，是表示讲免疫系统正常运作，并不是一件歹代志。因为营养师提醒讲，注射后尽量莫食甜路的重咸甲甜的物件，避免出现发炎的反应。烟酒、熬夜等等，嘛会避免。油炸类跟重咸，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，大家会很想要吃到，因为有点像是比较会瞬间很开心的一些食物，甚至是甜食。这些东西吃的量比较多的时候，其实会容易让我们身体比较走一个发炎反应。注预防吃了，唔能爱呛。营养师嘛建议讲，会使加食圆形的食物，摄取这个蛋白质，强化人体细胞。青菜、水果更加袂使欠，爱加啉水，促进体内新陈代谢。何日袂使干那靠预防吃，平时食食爱平衡，将身体照顾好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